字。數字咁容易係咁，等我嚟考下你啦。係咁，你知唔知道0至9呢幾個阿拉伯數字係點嚟㗎？0至9呢幾個數目字係喺公元8世紀喺印度傳咗去阿拉伯嘅，都仲公元9世紀又喺阿拉伯傳到去歐洲。古歐洲人叫佢阿拉伯數字。阿拉伯數字嘅前身係印度數碼。喺公元8世紀初傳到去中國，但係當時並冇即時採用佢嘅。到咗啲16、17世紀，西洋嘅算書輸入中國，呢個時候先有人識同埋介紹阿拉伯數字嘅特點，但係仲未被普及應用，即時直到19世紀同埋20世紀初，我國由於大量翻譯中國嘅數學書，並受到西方文化、科學教育同埋經濟多方面嘅影響，阿拉伯數字先逐漸地通行起嚟。所以中國普遍使用阿拉伯數字嘅歷史唔係太長。咁到我考翻你啦，咁你知唔知九因歌嘅人係用嘅？九因歌係自古相傳用嚟進行乘法運算嘅歌曲，11得1，12得2，22得4，23得6。因為最初由於11得1到9981為止，故有999歌同九因歌之名。呢一個名稱一直沿用到依家。九因歌係咩時候採用嘅呢？傳說我國古代春秋時期，即是公元前77到77年到公元前476年嘅齊桓公為咗廣積天下人才，特設咗椒鹽館，但係一直都唔見有人登入館。過咗1年，先至有一日嚟咗日本見齊桓公。齊桓公問佢：你有啲咩嘅才學？嗰個人就獻上9首歌。齊桓公見到之後大笑，問佢：呢啲都算係學問？嗰個人等齊桓公笑完之後就講：99歌雖然唔算係啲乜嘢高深嘅學問，但係如果淨係好似我咁樣，淨係識得9個歌都可以得到你重視嘅人，咁樣比我更聰明嘅人一定會接踵而嚟。齊桓公認為佢講得好有道理，就將佢設隻椒鹽館。從以嚟新來，果然唔到1個月，有好多有才能嘅人喺四面八方咁不斷前來應徵。從此九歌亦得以傳開去。九因歌音由從春秋戰國到漢代都冇咩改變，直到宋朝年間，99歌先至變得好似而家咁樣，從11得1到9981為止。多謝大家。